啊，再加823。823的时候我就。佢竟然佢嚟外口啊！迄阵还佫作少年呢，823迄阵还作少年呢。啊，迄我这佢竟然嚟外口呀！安尼？823炮前迄阵毋是30、40岁啊，30外岁。30外。哦，30外岁，我爱佫去金门了哦。哦，毋免去。我无去啊。哦，我无这阵拢无做兵。哦，迄阵。哦，有了对嘛。有哦，90外岁啊，民国10外年厝的。以前哦19年时候有去啦。19年厝。小时候就有去做日本兵啦。我要做日本兵的哦。迄就19年时的啦，21年时的啦，22年时的啦，有去啦。就迄阵啦。比江县县较济岁人，敢有去过大陆做战？敢有去过大陆做战？当时个袂记哩啦。个27件就去起啊。读书自在圣贤，为官心存。为官心存军国。军国，为官心存军国。这两字袂记哩。心啊，为官做官。为官心存军国。心存军国。保存。军国。安尼这3字安尼，这两字袂记哩啦，这甲翻，心存，这是存啦，对，都有心咧学习的。这个安尼甲翻，是，朱子字加可以。关心存，为官心存军国。为官心存军国。这两字袂记住啦。哦，了学就袂记个问落去啊。袂记住，真嘞，你要干嘛？为官心存军国，心存。军国，这是存啊，存啊，保存的存啊。这存啊，哦，迄个音对，迄个音存啊，为关心存军国。对，哦。读书，为国啊，记在那。国军的军啊。这为是第一字啦，为官。为关心存军国。读书自在。记啦吼。你这啊，那有志气的志。好字哦。哦，为做读书自在圣贤。字哦。好字啊。字啊，好字。你唔是为囡仔名做字啊？无啦，我无安尼。好，安尼做边好。